竟然能够记得刚刚那首歌，哪一天换你们用主语做自己的歌，好不好？这才是屌的啦哦！啊，你要签名哦，我们还有2个小时呢。好，我等一下会给你签，好不好？马上的给你。这是你的回家作业吗？不是结婚纪念书。妈妈有在现场吗？等一下我会给你签的。哦，啊，我忘了介绍，我是来自台东的阿妹族，我叫阿迪奥。英俊又潇洒，哎，好了，我是独立部落的，有没有独立部落的？真的是的，独立部落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这个乐团还有另外一个女主唱，在我的右手边来自新竹县，不是粉红色，不是王炳凯，我们新竹县的女主唱，太阳族的老啊，长春要独立。五峰乡的有五峰人吗？应该都回五峰了吧？哎，真的没有嘞，让我记。是你吗？你是五峰的吗？他举了6只手呢，都同一个人。你爸爸姓陈嘛，对不对？那边有为什么？有吗？然后我就说我弟弟啊。好啊，他们来支持，好吧？然后，对了，他们可能就对了，酒量不太好。好啊，那第2首歌就带来我们自己的创作，叫做《想要的感觉》。谢谢。谢谢。假装会下手吧，不一样的动作，小心闪掉。
依然牵挂。